观众朋友，今日各位顺时无？欢迎收看福起来，我阿明姑刘浩明。观众朋友，听下在身边地方有发现到有一群人，伊哋点点在做善事，兼样嘅服务病人，我哋常常睇到講到志工。我哋今日有想到來賓咯，從一年啫，而來自一啲志工嘅家庭，但是伊完些時間經濟嘅情形唔係咁好，佢所以做過幾多嘅工作，但是一直有一啲想法，就講喺唔有能力嘅時間，伊一定愛去服務病人，做一啲志工。但是佢特別嚟講，伊唔單止做一啲志工，伊後來還成立一啲志工嘅關懷小組。啊！就馬上翻嚟今日來賓一年這來現場，聽伊講，伊做乜要成立一啲志工嘅關懷小組。啊！就馬上翻嚟一年這你好。啊，你好，阿明哥好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我係來自花蓮，也係帶到美容嘅總一年。一年這反而來到我哋現場嗬，當中有一件要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講，你係來自花蓮，然後今日喺度睇美容嘛嗬，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有紹介一下你自己嘅生平好嘛？哦，我係來自花蓮嗬，帶到嗰前度嘅山檔，因為我都係我爸爸媽媽全部行業，都講開錄啦，因為我都係媽媽係本人做線橋嘅。爸爸喺本人做嘅，也係啲客家家庭都一天有嘅。因為我媽媽喺天熱計摸嘢，農家講到天熱計摸嘢都想講唔會做些嘅，送本人。我媽媽因為佢幾厲害，因為佢佢善信幾厲害，因為佢都善做做生意嘅人，所以唔好開就七個姊妹嘅，我係算天師嘅。睇啲嘅哥哥，啲嘅姐姐，啲神買奶嘅都送本人，過來都捱，捱又行又嘅多妹，過兩個老太，每下媽媽都係因為發現講生人嚟帶到山度要加半飯咧，以前啲人講飯咧啦，也講原住民啦，細妹加半原住民，細奶要討原住民，媽媽講安尼做唔得，安尼。啲客家精神要磨踢，都好牙橋，都來屋企看我媽媽，牙橋都講，今日安尼愛揾愛離開一隻素菜安尼，所以當時都好牙13歲，根本小學畢業，我媽媽講，今日天公早晨愛過做工，都那個做一輛新衫，都3到3點嘅，都聽我媽媽、我爸爸下山，行路。行到玉里去坐火車，坐到火車去爭個溫茶，爭來到高雄。早晨3點，放起來，都來到高雄，暗晡頭10點嘅。做安尼也係天一拜離開都花蓮來到高雄，安尼都聽我爸爸，聽我爸爸做工。以前是做工都聽機哦，13歲都入嘅鐵檔嘅人來賣所以就聽我爸爸1年後，我媽媽歸不開人將搬過來，都好過來時都好民國56年，都好加工期開始，我媽媽幾厲害，都用共產主義點嘛，嘛該用共產主義，所以嚟全部去做工，村莊嘅錢全部交俾我媽媽，我媽媽分10%，都係村裡100個人，佢分20萬元。每3年嘅錢全部記起來，安尼將扣一隻家庭，將有根本一安尼啦。所以媽媽從我都教我哋，而那對刀做唔得安尼放起來天，愛爬一爬，啥嘅，比如講斧頭嘅都會講入拜而對刀，都認為人速上都會安尼，所以我記得即刻犯錯嘅事情，所以我哋都安尼慢慢嘅即刻安尼行。媽媽咩親。真正親要看家，看家庭看到親好，伊冇歇困，伊講做人都58歲，佢都講叫紅斑性狼瘡，愛死嘅，伊講也仲愛騙侮辱嘅伊，伊愛去做義工嘅意思都去騙人看紅斑性狼瘡嘅樣會死嘅，所以伊去都去安尼高雄嘅聯綜合醫院，待到85歲。咱種老嘅當做媽媽，安尼，所以我就不媽媽嘅印象安尼想到講安尼
就心爱时节，有钱的时都会心收会变下来啦，唔要因存出来安尼。但是养的如迄人讲淡定过来，带爸爸带到伊个13岁的眼睛之类，当下在那高雄，嗰时候其实是万岁岁都听到爸爸做事，可是后来我记得讲，万眼睛之你这个嘛作为规矩的旅行业要成立系咪？其实呢后来又养我伊转翻到我哋旅行业咯。因为吼，你都提供家庭没钱，啊，一天咧去搞一边，妈妈讲哦，你都。100万元，你这样有400元那有哪办咯？啊，你我想几多钱也想办法啦。啊，都想爱去搞都想，爱签投入有啥物条件啦？第一个都也投入本爱学到东西啊，爱怎爱去做啦。第二个都会讲时间一天咧正常上下班，按补头去读书啦，吼。第三个都会讲，假如存到的钱就存的钱就做得存起来。因为你那些我被说服，你又无法度存起来啊，所以我签投入，我一天3个条件，我都会去甲老师讲，啊，我无去做安尼传统的，因为佢时间清楚，你无时间学东西，所以我要去旅行社，都係我去就帶過安尼買個涼水的，都火車頭的，以前加入新加坡的比例來嗰樣訓練。啊！我看到嗰種人無所謂啊！啊，又唔曉講安尼嘅話，安尼講嘢都唔曉講，問佢嘛，啊就當日都來買東西，點生意幾好，我都問佢講，咁你就都哪帶來嘅？伊講新加坡都哪啊？安尼唔知啊！哦，那我都想到講，哦，其實英文講得幾好啊！安尼都冇乜嘅曉講啊，因為我初中、高中全部讀查簡譜，唔曉講，我講我一天都去學英文。學英文嘅時間我都想食菜行有安尼拜六有歇困啊！以前拜六班日天啊，我講那有安尼寫就做5日班咯，那安尼輕鬆啦。明仔我都去簽加69年咯，去簽旅行社，剛開始哦，我都想廿隻投入拜六下晝有歇困，啊我都去簽，結果我去應徵啊，伊冇請我啊。伊講你3日後你將等不卡專業不卡等消息，佢又咁點問佢哦？伊講3日，我都等3日佢冇電話來，啊我冇信的，我冇寫信的，我都去市場查去簽佢啊。伊講我講頭家，你咩講我3日要人嚟講啊？伊講冇消息都會冇請你啊。我講唔係安尼哦，你人嚟講3日要人嚟講。啊，有消息無消息都係人嚟講，我等你啊！伊講哦，也只細妹嗰種佢有想法啦，安尼啦，啊就安尼請來，啊請來迄個我又唔曉做啊，怎樣來做？個旅行社怎樣來做？對我過來哦，唔係對台灣來，個台灣遊覽來哦，啊都想講，家下都買飛機機票，最多嗰種啊跑單班啊，啊我都走去安尼浙江啊。浙江係啊我都看人咧買嘅東西，香港啊、日本啊，啊都幾好追滿人啊！啊知你愛買飛機票用嚟買啊？佢講我都老萬人買，啊佢講假如我講東西去香港用嚟轉來，講扒轉來，我講啊你要去請人扒喎，佢講做得啦，我講啊冇我本人請好冇，安尼啊我去解要嚟買佢飛機票。啊！我即個要買一種田雞魚啊，田雞魚佢做嘅跑單幫嘅水木嘅蔬菜，我都冇水木，我都按部頭去看人用嘅包裝，看人用嘅賣，啊每日都名片都拿去嚟搬，講你下擺來都高用嗬，然後我買飛機票，我要選一個便宜，啊都安尼熟食一間兩間，從原來嘅吹頭安尼一空因綁電梯啊，啊都安尼熟食每下都安尼買。啊個看日咋，因為日本，伊講我個人添飽好冇，安尼，都安尼慢慢影響因態度啊。安尼談翻來，其實一個一年制，唔單止講伊嘅學習嘅能力過強，你來講唔即刻唔會威勢呢吼，唔會講壞勢，講我嗰種唔敢聽人講話，但是你看用伊個anti-pet嘅方法，唔單止去把自家嘅工作做好，同時蠻認識嘅軌道，可能會去買機票嘅人。係，啊我8歲我都買個富婆嘢啊，
哈，把3斤啊，读书啊，行路啊，河巴经过河巴啊，行路无做嗨，东里国小法联啦，还富里乡东里国小，啊都把3斤有婆爷，买个福到顺咧，伊个买猪肉个，唔伫以前啦无用报纸包肉要油丝啊，要引灯啦。啊，一定啦，有婆爷包灯啦吼，啊都做得啊无猪肉要无安尼无人捏灯啦，啊我都想看人8点买，我都天天下晝頭都去割，啊我要算時間哦，3點半下那要轉吼，如何啊？要算時間，啊看到有熟識的人講，阿幫你追我一下好無？安尼時間加幾段啊？啊無轉到山東去都填補的啊，我用去割安尼有婆爺咯。啊，說割3斤不用等，天光都南等過河巴，都去買，拜託你買哦，無佢前面那人那買去，佢都唔會讓你買嘅，一不用咧天光都用唔得啦。冇唔錯。去到學校吼，全部去到最尾嘅，因為樣遲到嘅啊，唱國歌啊，如果司機冇老係買，我講。阿姊唱國歌，你啷個買吼？無買定係死唔得，縮學校啊！係啊，其實真的是發生幾多幾神奇嘅事情。可是看到一片，他看我想起，其實佢我哋其實一個台灣嘅沙皮，真正有幾多安尼嘅幾努力嘅工作嘅一個成樣。休息下哦，下一堂節目，我哋另一連接我同人講，伊唔單止做過呢行業，同時伊嘛做好保險業。休息下哦，我哋馬上回來。歡迎過來福起來，上個節目我哋來自花蓮，但是更加係一條美濃嘅一連在同人講以前嘅工作嘅情形，但是伊其實人講到講伊做過呢行業20年，但是唔知講點喎，伊萬做過我哋嘅保險業20年，當初做乜有想到喺呢行業20年以後要轉去保險業呢？我感覺吼，我就個有福氣啦，因為呢行沙真開始。我都去做旅行社，一下都飆上去嘅咩？69年開始，70年都開放全世界做得去。69年開放香港添嘛，我都感覺講，我出家親有福氣，安尼達到也仲係要做得看全世界嘅行業。我家己間人咯，去土團，去到美國，去到歐洲，全部我一個人土定咯，嗬。結果我都係安尼一整年啦，差唔多3月都台灣添。皮箱嘅不用量雜，一隻都做嚟不用訂，全部拿起來。一隻皮箱嘅全部又不用訂咧，聽講向日要出門咧，所以我做安尼生意，要做安尼些家庭顧唔到。嗰財哥啊，生意咧每擺全部嘢我出門見到男定人一腳叫字，要做唔到，因為細條都係安尼啊。我定義啊，非常幾重嘅定義啊！我都係到阿妹嘅7歲嘅時啊，我都有一擺，記得嗰錢啦，我都講媽媽我要嚟東京迪士尼啊，你愛唐老爺愛米奇啊，伊木執安尼留下來喲，講媽媽我冇愛，乜雞都冇愛，我請我媽媽陪我睡木，唔是出國安尼你做唔到啊，心都都改艱苦。我有一擺，我要去夏威夷啊，去安尼固特異嘅公司，去泰團，我喊我我都去夏威夷，我都坐計程車帶阿妹去搭阿媽媽啦。我計程車，我冇下車，都不下車。下車阿媽媽都吐聲嘅咧。我車到4點鐘，伊對過來，對到泰路嘅車一熄咧，都搬車喺窗度，阿媽媽規都來打到過忝嘛，講伊阿媽媽去存錢啦，安尼喊佢開店啦，伊都轉來要講啊，我都心度想，你雖然講一隻細條唔會差，比披薩貴收入嘛較貴好，不過你第一做唔得衰出界面錯，生意嚟顧唔到，冇過年咯，
无圣诞节哦，乜个节都无哦，中秋节嘛无哦，全部都爱管。安尼细条你做20年，当日都水无穷拢爱眠床啊，俺都想，一则那就好本，你7家水7家眠床，安尼唔要加几好嘛？毋过我想，我就按到人客，又按到公司，我又发出标咯。毋过又想无标，伊要做唔得，又一个我助理都19岁都停来哦，停来都30多岁，我都来讲，无我旅行社本伊做，送本伊，我为你做配方，因为我要吐生意咧，我都想啊，那味道10分啊。7家都台灣應該村就發出村來10分到60日咧，我都安尼想啦。佢都講今年咁無人做保險做唔好啊，等個多轉來啊。我講我獨特最美嘅路，無好路我怎會行到幾人啦？我都留佢安尼講，我講我獨特我好路，我唔會多轉來，而盡量而7家去發揮。結果我安尼咧，我俾伊做，我唔係講俾伊都俾咧，我一個人客推起來介紹，講我面我也冇做旅行社嘅，也係我停我19年，個什麼叫乜個認證，也都早上照顧我安尼照顧佢，安尼結果介紹一個調價，佢每下加半個則調價，所以個調價也價4鐵啦，伊都講。看到我介紹嘅就什麼唔會查，每下我將地加數，然後我講，我數農村吼，對人嘅就什麼呢？我講有讓冇讓，真見佢都加佢，也過到真幸福啦，真好條件用。冇想到一開始係其實係介紹工作，但是冇想到介紹一個新嘅老公。係啊，你介我冇唔知啊，每下要加佢啊，然後我講我將知啊，所以安尼嘅事情每下我都。講安尼我都去保險又唔係我做旅行社做總經理哦，去保險要做嘛業務員咯。許多人客嘅人講，你唔好做保險啦，你嚟做旅行社，你講我去哪都我都聽你去，同東朋人客全部都講然後講3件事情，你講然後我講3項都好，第一我去哪，第二幾多錢，幾多日。安尼都好，我人客都安尼呢，都安尼簡單嚟去呢。伊講你我去幾多日，7日幾多錢，那時要出門安尼，所以家下民國70年真是我要過做到幾多安尼做鐵個工廠嘅調價，佢工人啊，我過來收分咧，全部我都要做，所以我要請3個助理哦。所以我講，我本嚟做一隻工作就做一世人咧，因為也都係你老人客變做家人，搶到家下我就係有40-50年嘅朋友，全部係我都去了咗來做保險，有人嚟買保險，家下不卡嘅事情都搶我嘅事情，佢要冇愛，搶看嚟隻先生，也身體用嘅。我做保險做到，我聽伊講，伊愛騙我都地講伊愛乜個騙，我佢真啲講我朋友，講佢看到伊頭都要現代要幫下佢啦，我講伊用係安尼啦，伊講我乜唔對，我講我推人哋檢查，我講一天起來就乃無窮攏安尼啦，假如講，佢都冇做事啊，唔做事當然看到伊頭都冇出來啊。我講唔係哦，佢唔係安尼人啊，我每下吐佢去，佢即間唔敢去看報告呢，我吐個我認識嘅先生，佢都講佢係這位快鐵，佢都叫啊，我都講你唔好叫，你一陣人很彩啊，乜老我幾好，就是能就同天發天，我講你要叫埋，唔好叫，你係好事情啊，因為這位快鐵唔係幫人嘛。幫人都冇咗嘅好字，這位快啲4位啊，要做得穩啊，有咩唔好咯？那每3年都愛得平，做得本人先啊，要先這位快啲，唔好先定硬。伊講安尼咩有人，而家20多年，而家很好，
如果用一个无穷样的观点、无穷样的角度，去分一个康康来讲嗰种规模事情，但是你会提供伊无穷样的想法。你比如讲，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多多少少有生老病死嘛。那嗰种即个可以先的嘛，其实更加人哋讲野味片，嘛唔算伊的太片，可以可以食野味，嘛可以有机会嘛可以揾伊的野味。好，咁比起几多片来讲嘅话。伊算一个慢性片，但是嘛唔系伊个滚洋葱的一个片，真的。嗰种啊，你躺下以后，伊也要心情我好几多。好几多，起码有去揾入位啊，揾入位10年嘛，啊10年也要过多种嚟4个位。伊讲伊都讲啊，所以我讲我给我助理甲唔该调价，我讲我去出门哪里出门，都讲我要10物个，佢都去拿钱。啊，佢阿仔都讲，啊你对我不卡，你做得点菜啊？可是像安尼，你看头都一直有讲到做地理行业，吼，做开了做到保险业。其实我感觉我就讲，唔管系样嘅业种，吼，比如讲样嘅行业嘅种类，但是对于我哋一年者来讲嘅话，其实服务嘅态度係完全冇同樣嘅。好，你等於講，我哋服務嘅人雖然講係冇同樣嘅人，但是個精神係同樣嘅。你這個本身對服務一件事情如樣講，係伊哋佢希望去服務病人係咪？我咁講吼，我希望，我以前我細我都印象啦，那就配合幫一下，都幾強啦，哦，幾輕鬆，有冇人好幫啦？因為我讀書吼，冇錢好叫嘅主場裡嘛，我媽媽都特別都啷個講啊，冇本書呢，我要看配合呢，安尼看呢，你那哪裡看佢咩書咧撿起來呀？兩三年做一做嘅安尼，等於畫一條線啊，你做唔得過來呀？以前都安尼，我都家都想，因為我要注冊去，我媽媽先生講要注冊，然後先生講，保險那收張買到有錢張注冊，花蓮那有個數咯，風財10則風財8則9都8則9則都全部都花蓮來，cái保險按個嘅哦，100風財都冇槍啊！一風財樓我哋不當安尼顯得嚟，我哋全部俾佢做下空啊，係，所以我都知道呢冇幾年，我希望哦，我下擺有能力嘅時間啦，我做人嘅幾年，我感覺做少養下來，佢有心度佢歡喜啦，我也都感覺講我有能力，我一天去做安尼少。拿東西本人，如屬性向下咧，你屬性咪向下。嗰時節，你第一擺做志工時節，係睇乜個動力啊？我做志工前都辭職，家下阿妹嘅啊，因為家下都係阿妹她都唔前讀幼稚園啦，我都去保險公司上班嘅啊，家我都佢想講要面對收安尼。辭職嘅費用嘅錢啦，我講加減50、100安尼減費，佢都特徵嘅類數。佢講佢嘅隻人嚟講，阿娘妹做得嚟參加我哋辭職嘅夏令營啊，我講夏令營係乜嘅啊？佢講你都拿娘不開戶口成本來啊，我不開戶口成本，我帶到嘅四維路嘅四維國小，以前都幾多人嚟讀啊，幾多人搭戶口都我不開，戶口成本都安尼爛啊。我講我都驚做，佢講嚇，你戶口成本要安尼咯，我講2、3年，唔過千多人搭都變爛嘅。佢講唔怕啦，做得用都好嘅，佢都讓人拿去，我籌錢嘅，你知冇？夏令營我籌錢嘅，我講唔怕啦，籌得多都籌，唔多都收嚟安尼啦。結果講一堆像山安尼，去籌到阿妹嘅，阿妹都會一正月去拜啊，去夏令營，佢講，假如追來。早起唔係幾日嚟哦，早起早晨早起9點，11點要起來再轉來哦。結果阿妹都每擺都來就包嘅轉來啊。講媽媽也根本來包嘅安尼啦。每下吼，佢都讀社學嘅，佢都本學校嘅先生都會辭職人，都來印象。我阿妹寫詩都過寫過章過講，都會喊佢寫嘅安尼詩，吼，全部都寫都擺版啦。我一擺我去學校，我看到講，人用本人發展寫詩，下個人冇寫，講唔係哦，我喺本人下面寫進士儀啊，3年4年寫到6年，安尼嘅詩都真獎嘅啊，所以佢都每下都講，畢業嘅，等我講，
我读林雅国中啊，我讲甲发现，我唔来本通咯，伊讲啊问我来读慈济呀，我讲都来咯，都法莲啦，我讲安赞啦。可是后来伊的子宫的生发，愈主动的某个影响。可是谈到这样，我发现到讲，其实我哋一年者，伊唔单止睇嘢工作地位可以结婚，同时夫妇配人，后来因为伊也为某个关系开始去做子宫。还在节目，我就讲，一年者伊怎么变伊的子宫，变成伊的生理伊的子宫的关怀小组。休息一下哦，下段节目马上过来。翻过来，复起来，说到节目，我哋来自花莲，但是其实喺呢睇美容嘅一年者，同人讲，当初很用嘅，从伊啲工作地方喺度变子宫嘅。我想请问一下一年者吼，因为第讲，唔知家其实后来嘛有做我哋学位费嘅投篮子宫嘛吼，但是佢贴喺度讲，后来子宫做嘅，我想我成立嘅子宫嘅关怀小组，也系因为你观察到某个事情。我观察到都系因为我妈妈。做子宫做到82岁嘛，因为伊退休诶，不过有每年都有安尼子宫都要着关心佢，不过我都想到，我都较为费子宫就将近80，不过呢，佢请安尼专去做子宫专利都无人关心佢，有诶要叫青岛岁啊，80岁嘛有啊，嘛有人全部一家人带啊，像我嘛迄一家人带啊，生人无带乡下，不过呢佢。安尼做子宫专利诶，不卡都空空无人，伊得病诶，又无人关心佢，因为喺子宫，所以大家人唔会将青岛事件去留意关心，我都发现安尼，我讲，我根本都子宫量诶个喷包诶钱啊，我都空起来，安尼一年下来，我都入喷包啊，安尼交通费啦，安尼不用等，我都讲我也要做收不用下本人来。讲要关心一条老人家，有心来做子宫，嘛要关心佢都不卡爱生发，所以我都要听起来做第3年咧，我都前面咧5年，我都要关心一130个老人家，我去干嘛选到老人家，我关心佢，本佢有感觉安尼，我有人识佢啦，安尼特别嘅讲无嘛一通天花，将根本伊个咱开刀出诊。等下都打电话问佢讲，其他情形係用嘅，等過去行不較錯了解，安尼，所以我就面到講，安尼大家庭啊，都做義工咩大家庭啊，一個大家庭，而且無本事就安尼感覺有家庭嘅感覺啦，所以我都成立起來，一下都大家人都感覺講，安尼家有一個家庭，安尼比如講，你關心我關心你。安尼親如意思啦，所以cái主委咪講人家實在真好嘅事，本太感人個有深度個少啦，安尼。因為他們對民國82年開始其實在台灣的政府開始去推廣子宮的植入的時間，係算是一個各有植入的去鼓勵他個人去變成子宮，其實都有子宮的認證啊，或者為幾多大量的可能退休的人員啊，開始去做子宮。但是可能真係是冇想到講，其實子宮本身作為安床嘅時間咧，子宮本身嘛係一定愛需要去關懷嘅人士，尤其係講，我哋嗰時幾多係退休嘅人士去做子宮嘛，但是多多少少人嘛，我有切銅拍鐵嘅事情嘛，我有唔拄好嘅事情，但是萬一去關懷喺度做子宮啊，就講啊，人嘅朋友，他人係一家人嘅事情，嗰時當初成立一個關懷小組嘅時間，有俾我們即係有嗰種印象最深刻嘅一個事情。有啲都係講，自己佢開刀3擺嘅，冇人問佢，冇人去問佢，嘛冇人去關心佢，我都推嘅3個人去啊，去騙人，佢請一個人帶到個檢房吼，我都等看，佢都講佢樣，都聽佢講啦，講佢樣嘅，我都問佢入唔卡生人嘅，
啊，问遐其中有一个都迄基督教诶，基督来受肯定，啊，喊来受嘛来肯定，都向遐来祷告啊，啊，感觉安尼真好，啊，伊祷告诶，其实甲有目睭都流下来，伊感觉讲，甲生人诶都无像因你安尼去个检防方来关心，其实是我一只心天呐，我一只爱心呐，我一只关心呐。哦，啊，满记啦，老人家全部安尼咩？啊，都地像啊，妈妈咩迄安尼啊？哦，啊，你那时会转来，啊，你转来坐一下都会走，哦，就安尼啊，我听伊讲话，我关心佢，你根本生乜个啊？你做乜个事啊？哦，安尼，一穷拢啊，你都来关心，啊，佢都感觉讲呀，做子公太家人，像一家庭，像你比佢个事，都像佢老妹。啊，因那比佢过太都像家姐哦，咩讲，你阿姐都要得病，啊做老妹都唔会得病，有时佢好生咩安尼，你身体咪无好啊，啊你都来关心，伊讲哦，有人人来讲伊几样啊，感觉吼，佢受难呢，系啊，所以我就安尼想到啊，看到也到，啊又看到我妈妈，我都讲安尼，我一天要做一件事情，哦，啊多一下3年咧，全部有人捐钱啦，系啊。啊，有个人都讲，啊，无你病都学会飞去，啊，讲做唔得。也呢邊政府啊，我錢都落去簡單，我出來冇簡單，哦，也唔係你講啊，見到政府嘅去，所以我也係喺做都有意請一個做係安尼財務啦，哦，啊，佢都要趕錢，啊，用乜嘅錢，我都每一年都報告一擺，啊，所以都也下上禮拜3真開會咩，係啊。我感覺也都係好嘅開始，好嘅愛嘅循環，真好啊！如志工朋友去付出也要心力去服務病人嘅時間，也要後背，好有一啲志工嘅關懷小組，迄啲我能講同長短，好，比如伊可以真是無掛理嘅時間去服務我哋第一線服務他家人。佢像今日我哋現場地方嘛帶來幾多佢特別嘅東西，你咪同我哋講少嘅講，像有啲東西喺聽我哋咧關懷小組地方應用嘅一種角色。也唔係都關懷小組，也係都啲客家委員會，啲都志工都係講有人喺度參觀，喺度參觀啲嘢啊，嗬，佢都會來就安尼個討辦，或突然來bắt討辦。也都係有賣，也係唔係講賣啦，也一堆都100個人啦，而100唔是錢啦，佢都抽幾千嘅來吧，啊我哋都聽志工教營養嘅吧，嗬，啊個也係也全部係因為我都美容，啊也美容嗬，佢度嘅小魚蘿蔔啊，啊有個家人都會做，啊也蘿蔔都貴舊嘅，10個月咧，佢不用等，我講安尼根本拿來盤睇㗎，佢也係10個月嚟全部啊，嗬。啊呀，奶茶吼，都係啲美容也有青島嘅 DIY 啊，哦奶茶啊，都奶茶都係啲客家人專門屋卡都有啊，吼，啊都奶茶都根本拿來入盤睇架看，吼，啊看到也安尼都係奶茶，啊也係攞菜布安尼。咁像唔即個做志工做研究嘅吼，唔即個因為講志工一件事情聽人人生改變係乜嘅？啊，感覺你改變都係改變你對人嘅看法。啊，對人唔會講，咱冇做志工，因為你做志工，當日去見冇窮窿嘅人，啊，你都會想，家長人係冇隔離，咱冇做志工啊，係冇隔離，係都唔是來講話啊，啊，你做志工都人行來，你都面笑笑啊，做唔得安尼唔會答佢啊，哦，啊，你個做志工些人講講，看人都變到佢講，佢有笑面，哦，啊，佢唔會想講，家長人唔會來講話。上班嘛會啊，上班同時係冇隔離，係都做得人唔會讓人講話。唔過你做志工些，人行來你都笑面，哦，愛讓人問，愛問佢做乜嘅，哦，啊你都改變你對人嘅觀念，啊對人都唔會講啊，也唔是特別本意去夾看，都唔會安尼，都想講你都做一隻事，都會搶一隻人，哦，唔係講啊做志工啊都搶不卡嚟坐定，啊你。出來看到人，你都一天都笑面，一天都滿人，啲甚都講啊，你要做乜嘅，讓你聽笑乜嘅，一叫嘢都關你啊！喺節目我最慢嗬，嗰種講人哋觀眾朋友又想到講，愛做志工，有乜嘅建議啲冇？第一點都想到愛對人有意思嘅讓人講話，哦講愛都冇讓人講話，安尼你都唔會做志工，哦，第二點都係講你有時間。對父母拍薩，
因为有音乐，你嘛要本人服务，你先去服务，安尼存安尼质量啦，下摆你就用到啦，老人多认识，有音乐，每一天该张人都会赢几人啦，所以都3点，欠嘛太价，尽量有时间来做志工，帮忙人需要的人，下摆你嘛有人去帮忙，也安尼都一天要社会要因和谐因好，安尼都感觉讲，你也无讲法，佢嘛人，我嘛人，你讲你好冇？要讲唔会查，听讲讲讲，你是帮忙，没个和谐咩？你那冇迄个都冇人当你讲法，佢咩安尼别那个行啊个，观众朋友看今日节目，我发现到讲，我哋人家连这虽然讲万岁时节家中的经济没讲几好，但是经过也要努力以后，伊虽然已经可以好好的过生活了，但是伊还是冇记得，去把伊自家的能力去服务别人。就像伊头头讲的呀，其实家中也能可以塑形上下时节，一定要好好的服务别人，因为也都是伊的善的循环。今日感谢人家连这来到现场，同我分享很多人故事。感谢明姑，感谢观众朋友，感谢大家，欢迎大家来迷动了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听下来欣赏来，求欢迎通哦。我看福起来的观众朋友，记得去我的面书点赞，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。